还是怎么样，反正都已经打就对了。苗栗消防局接到一位爸爸打电话讲，一回囡仔熊昏倒，伫庆元随派救护车，甲问了后，认为囡仔昏倒的原因不是肠胃炎。他现在呼吸不正常还是正常？不正常，非常不正常。非常不正常，那应该是对，拜托。那应该是有我们救护车过来了，我跟你讲。拜托。不要紧张。伫庆元那甲鼓励，那伫电话教伊安怎排毒异物。手拖着，然后那只手有没有斜斜的拍他的背部？你拍看。他现在哭了，果然打几日啊，囡仔的喘气开始正常，嘛开始会哭啊，山顶完成救援任务。接电话伫庆元讲，这种急救方式叫做急备法，会使用伫1岁以下囡仔，定速度下会一直甲打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哦，然后再夹住，再翻过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压胸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口鼻。好，压胸是压他的2乳连线中间，1、2、3、4、5。叫他请他持续拍啦，因为怕再调回去这样。伫庆元讲，当时听到囡仔熊昏倒，喘气阁无正常，感觉毋是肠胃炎，所以才要求父母急救，好家才判断正确。嘛提醒囡仔若无爽快，一定会哭会乱。若是熊无法度发出声音，而且阁做出激烈的军量动作，都有真大几率是见到父母会随叫救护车，而且继续打伊的脚只拼把握黄金时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